首先，等我介紹一下繪畫炭筆畫需要用到嘅工具。炭筆需要選擇原枝柳木做成嘅炭筆，因為柳木係比較柔軟。我哋選擇直徑2.5cm 以上嘅尺寸，長度就需要自己分開成5cm 一段。之後我哋會再講點樣處理炭筆，然後係掃描擦膠，同一塊抹手用嘅乾布。而家先講解炭筆嘅處理。由於炭筆係天然製成，就咁畫喺紙上邊會出現表面唔平均。我哋係先需要去將炭筆磨平，做法就喺一張紙上邊，將炭筆重複向住同一個方向去摩擦，直至到出現較大嘅面積。經過處理之後，炭粉就可以較為均勻咁畫喺畫紙上邊。另一個方法就係用400號嘅砂紙或者砂紙棒，將炭筆快速咁去磨平。掃描擦膠係可以隨意改變形狀，主要有3種常用嘅形狀。首先係圓形，係適用於較大嘅點或者粗線條。跟住係尖形，適用於需要較為細緻嘅地方。最後就好似刀片咁嘅形狀，除咗可以攞嚟畫線，亦都可以平掃出漸層嘅效果。除咗擦膠之外，手指同埋手掌都係常常用到嚟製造層次。手指係用於較細嘅面積去除炭粉，而手掌則係用大面積咁去抹去炭粉。記住每次用乾布去抹乾淨手上嘅炭粉，先再進行下一次嘅抹除。不斷重複加深色調或者係抹走減走色調，咁就會畫出豐富嘅層次啦。最後就係紙張，我會推薦使用 Canson 嘅粉彩紙。呢一種紙係有兩面，一面係比較粗糙，一面係比較平滑，兩面都可以使用。我就比較建議使用比較平滑嘅嗰邊，而另外一種就係同一個牌子但係較平嘅 Drawing Pad， 佢嘅紙質相對較滑，就非常之適合攞嚟平時練習之用。另外，我哋都需要準備一塊平滑嘅畫板。選用木製質材嘅畫板，我哋要留意表面係咪足夠平滑。而尺寸方面，就係跟翻紙張嘅尺寸，我哋可以用45×30cm。喺市面上買到嘅8K 畫板都係非常之合用。